在台中大甲的日南社區，為一間豬肉店開始，30歲的少年人注心推動地方創生，串聯親人甲朋友的力量，傳承老母的心願，為故鄉的土地來打拼。暗時7點半，台語台青春咱的夢，做伙來看這陣少年家是安怎用行動和夢想開花。尖尖的地方要靠左邊，對。在學校，伊是囡仔的電腦老師。當來市場，伊是豬肉店的第2代。30歲到白頭鬃的鄭庭日，在經過調研了後，3年前選擇當來故鄉大甲日南，經營地方創生的工課。想袂到，當要重新開始，煞拄到老母車禍意外打擊。我唔那想要讓大家看會去難道，讓知影講一個豬肉店會使做足儕代誌以外。想要讓大家知影講，因為有你過去的遐個犧牲，做足儕公益的代誌，教着我啦，有一款為人處事的態度。為了守護老母經營20年的老牌子，而這鄭景南甲姐夫原底佇桃園，嘛決定甲工課辭掉，返來台中。大學時期的換帖的，嘛以營養師的身份加入。為小小的膽出發，打造出適合社區時代營養的食食。雖然講對阮來講攏是無共款的挑戰，因為是甲我以前工課真攏無共款，甲阮翁嘛是一步一腳印啊。其實我們最遠的目標是希望能做，就是共生，讓整個社區可以有共同利益，一起成長。來，各位阿公阿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鄭庭日一直會記得回鄉的初心，看到社區時代獨舉高齡化，伊帶學生加入長照中心，透過青銀共生，讓時代甲學生透過互動互相學習。要讓這個小朋友知影講，其實吼，咱厝內底時代人攏是一個寶。嘿，也使講伊過去的故事，吼，講伊知影生活，吼，會使借由這樣子的開講，吼，會使了解到講咱在地過去發生的故事。一場意外，予一個火藥庫活來，為了傳承老母的心願，佇地方正經的團隊當佇咧日南社區法院大藏。這陣少年家當拍拼學習，佇咧遺憾的空喙，用行動和夢想開出傳承的花蕊。記者吳德慶、葉家軍台中報道。